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伊真有可能会代表共和党出来参选。也毋过，伊前几工佫讲出有争议的话，因为伊要鼓励罗西亚去攻击一寡伫国防方面有欠钱的北约国家。针对这项言论，这美国总统拜登伊批评 Trump 就是咧鼓励战争。也若北约甲欧盟，伊也讲 Trump 的话就是咧甲罗西亚战声。 前美国总统川普讲，鼓励外国对国防支出无达到北约标准的成员国家，随在伊要安怎做？暗示是要鼓励外国攻击这寡国家。北约真侪成员国家拢已经反击川普的谈话。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回应讲，任何有关盟友讲出这种未互相防护的言论，拢会对彼此造成伤害，包括美国伊家己。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认为，川普的言论正懵懂，这个来和俄国总统普京协议。因为欧盟的外交加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昨日也讲，北约不是任何人点菜菜单。Let's be serious. NATO cannot be an alliance à la carte. It exists or it not exist. But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time comment. Any silly idea that comes during this territorial campaign in the U.S. 因为普京的发言人是无正面的回应。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юсь пресс-секретарем Путина, но не Трампа. 川普10号伫咧美国南卡州的造势场合，重新讲到伊做总统期间，甲北约领导人会谈的往事，也再一遍强调北约成员国必须支付符合北约规定的国防支出。 也就是占各成员国家 GDP 的2%，那无美国是袂协防这寡欠钱的北约国家。Yes, I said you didn't pay, you're delinquent. He said,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 to pay. You got to pay your bills. It's really playing games with deterrence and therefore with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It's really, really ill-advised. 美国总统拜登批评川普的言论正恶质又个危险，放任俄国总统普京发动国家级战争。CNN 引述捌伫咧川普加拜登政府担任高层的人士讲，川普其实伫咧2018年就强要和美国退出北约，但是川普伫咧今年11月成功个选调总统登记白宫，美国就真正有可能会退出北约。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